教育部政务处长叶秉成牵涉到漏摄校园性平案内容的争议，请假1个月，互外界批评是要双责任。原来教育部长陈英耀是表示讲，这是为着要确保调查的公正甲公平。另外，针对着美国强暂停所有国际学生的签证面试，陈英耀是讲，伊当咧甲 AIT 建议要安怎来协助学生。 就国际学生的权利和撤销，哈佛大学提起诉讼，法官裁定暂停禁令，预计29举行听证会。不过，美国国务院27向甲所有国际学生的签证面试申请冻落来，想要去美国读册的台湾学生嘛受到影响。 2020年到现在为止，大概每年大概是有3000多到6000的这样的人的。我们现在正在积极跟 AIT， 我们台湾这个 AIT 里边做一些这个沟通。 陈英耀表示，目前正咧和 AIT 建议，要安怎协助台湾学生会当顺利去美国。高教师也指出，若是台湾的学生未来无法度顺利毕业，会当转来台湾继续读。最近正咧盘点台湾国校甲哈佛大学签订合作的情形，且各校建议甲哈佛办理相联合作合作。 所以先提供所谓的随班复读，那随班复读的话，一定会提供所谓的学分证明。是否他们在既有的一个 MOU 的基础上面，是否可以提供所谓的双联学制？教育部114年度共冻结16亿，拢总33案，各业务主管拢有出席，独独无看到证词叶秉成，因为牵涉代性平案、漏摄机密的争议，请假1个月，也毋过外界批评伊是咧卸责任。 如果这个调查的结果出现，我们的叶次长的确也违反了所谓的性平法当中的一些规定，请问教育部会不会护短？我想有关政务官的一个任务，我会跟院长来做这一个详细的这个整个性平处理的一个决议报告。好，那也就是不护短，对不对？是。 陈英耀回应，予叶秉成请假是为了确保调查的公平甲公正，所以叶秉成督导的业务也会做调整，避免外界黑白药。也校园性平案受到社会真大的关心，教育部会检讨行政流程，也希望强化制度，互类似的情形莫阁发生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